我先講一個根據好多海外退休華人常見經歷整理出嚟嘅案例。為咗保護私隱，我哋叫佢陳生。陳生今年65歲，福建人，80年代末嚟到美國啱開始嗰陣，佢幾乎乜嘢工都做過，喺中餐館後廚幫手，亦都喺倉庫搬過貨。後來考咗商業車牌，開始做運輸相關嘅工作，一做就做咗好多年。咁多年嚟，佢一直靠體力勞動同長途運輸累積收入，慳埋喺紐約皇后區買咗一個細屋，供咗2個仔女上大學。到咗退休年齡，佢查核自己嘅社會安全戶口，發現自己已經累積咗40幾個工作積分。根據佢嘅工作記錄，預計每個月可以領取大約$2000嘅社安退休金。佢計過條數，呢筆錢加埋少少積蓄，返福州老家養老應該夠啦。於是他做咗一個好多華人都會做嘅決定，賣咗美國間屋，退咗租嗰個郵箱，連用咗好多年嘅美國電話號碼都取消埋，帶住2個大行李箱飛返咗福州。啱返去嗰頭幾個月，一切睇落都正常。社安金每個月準時入到佢美國嘅銀行戶口，佢需要用錢嗰陣，就用美國張提款卡喺國內嘅櫃員機度攞少少人民幣。雖然每次攞錢都有啲手續費，但仲喺可以接受嘅範圍。佢心入面仲諗，美國政府呢一點都算靠譜，自己交咗幾10年稅，而家總算開始回本啦。但係到咗第2年，麻煩就一個接一個走出嚟。首先係銀行登入嘅問題，佢想查下戶口餘額，打開銀行網站，系統提示要發送一個驗證碼，個驗證碼發去邊？發去佢嗰個已經取消咗嘅美國電話號碼嗰度。佢當然收唔到啦。佢打俾銀行，電話嗰邊係英文嘅自動語音，佢聽唔太明，撳咗好幾個掣先接通到真人客服，話為咗保護戶口安全，要驗證身份，問佢可唔可以提供一個美國地址嘅酒單。佢話我間屋都賣咗啦，邊度仲有美國炸單？客服話咁可能需要去分行辦理，佢人已經喺福州，點去紐約嘅分行？最後唯有叫喺美國嘅仔話幫手打電話，個仔日頭要返工，夜晚打過號又成日排隊。兩父子隔住12個鐘頭嘅時差，搞咗成個幾禮拜，先至將驗證方式改咗做電郵驗證。陳生鬆咗一口氣，以為呢件事就完咗，但係佢冇諗到更大嘅麻煩仲喺後面。社會安全局寄咗一封信去佢以前嘅美國地址，嗰封信入面係一份要學局令佢仲在生嘅表格。呢封信俾郵局退翻轉頭，因為嗰個地址好耐已經冇人住，社會安全局收唔到回覆，又聯絡唔到佢，因為佢個地址冇及時更新，時間一耐系統顯示無法確認佢嘅狀態，就進入咗暫停付款嘅狀態，直到相關資料得到確認。陳生發現嗰個月嗰啲錢冇入到戶口，開頭仲以為係銀行延遲，等咗2日都未到，佢急到飛起，打國際長途去社會安全局電話嗰度等咗成粒鐘，最後終於接通，對方話我哋寄咗表格俾你，你冇回覆，所以付款暫停咗。陳生用帶住福州口音嘅英文解釋咗好耐，話我冇收到啊，我搬咗屋。對方叫佢重新提供地址同身份證明，重新審核。後嚟佢叫個仔幫手準備咗護照影印本，寫咗封解釋信，又通過傳真同電郵提交咗好幾次資料，前後搞咗好一段時間，啲錢先至恢復返。恢復過程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期間生活資金安排會受到影響。嗰段時間佢每個月固定要用嘅生活費、藥費，仲有俾孫仔孫女嘅利是錢，全部都要動用自己嘅積蓄。佢話自己最難受嘅唔係錢少咗，而係嗰種錢明明係你嘅，但你就係攞唔到嘅感覺。陳生原話係咁講，我唔係冇錢，我係俾嗰啲表格同電話卡住咗。我相信好多準備返中國養老嘅華人朋友聽完呢個故事，心入面都會窒一窒，因為陳生遇到嘅事好可能發生喺任何一個人身上。今日呢條片我就係想借住陳生嘅經歷，將退休後搬去海外生活最易踩嘅嗰啲陷阱，逐個同你講清楚。我唔講嗰啲退休之後環遊世界嘅靚廣告，
亦都唔嚇你話政府要沒收你啲錢。我哋講嘅係現實中真係會發生嘅嘢，係嗰啲好多退休老人直到錢停咗、戶口鎖咗、保險白交咗先至意識到嘅問題。你唔好咁快走開，因為呢啲問題如果你提前花1-2個鐘處理，可能就避到未來幾個月嘅麻煩。而且我會話俾你知，具體每一步應該點做，等你聽完之後心入面有底啊。首先，我哋要將最核心嘅問題講清楚。退休之後住喺海外社安金，到底仲攞唔攞到？呢個係所有華人長者最擔心嘅一件事。我見得太多人一提到返國養老，第一個反應就係：咁我交咗咁多年社安稅，咪白交？其實唔係咁嘅。社會安全退休金本質上唔係政府白送俾你嘅福利利是，佢更加似係一份你幾十年工作期間買落嘅保險權益。你工作嗰陣，公主出糧，政府由糧單度扣走社會安全稅，呢啲記錄會入到你嘅社會安全戶口。對大多數退休申請人嚟講，通常要40個工作積分，即係大約10年嘅符合條件工作記錄，先至有資格攞退休社安金。所以決定你攞唔攞到退休社安金嘅核心因素，主要係你嘅工作記錄、你嘅積分、你嘅身份情況，而唔係你退休之後坐喺邊張凳度。你可以坐喺佛羅里達嘅養老社區，亦都可以坐喺上海嘅小區陽台飲茶。對好多符合條件嘅退休受人嚟講，搬去海外並唔會自動取消退休福利，但具體情況仍然取決於身份、居住國家同相關規定。根據社會安全局最新統計，住喺海外領取美國社安福利嘅人數已經超過70萬，而且呢個數字每年都喺度增加。呢啲人入面有美國公民，有符合條件嘅綠卡持有人，亦都有好多其他國家嘅人。換句話講，美國政府並冇因為呢啲人住喺海外就停晒佢哋啲錢，系統係允許海外支付嘅。陳生之所以後嚟可以恢復社安金，就係因為佢符合海外領取嘅基本條件，只係中間俾行政流程卡住咗。所以如果你喺度擔心，我搬返中國係咪就自動冇咗社安金？我可以先俾你一粒定心丸。大多數情況下，只要你嘅工作記錄同身份符合要求，啲錢係攞到嘅。但係攞到唔等於自動攞到，呢個正正係好多人忽略嘅地方。政府系統最關注嘅一件事係乜嘢？唔係你搬走，而係佢唔知道你係邊個，你喺邊度，以及你仲存唔存在。聽落有啲冷酷，但政府系統冇感情，電腦唔會諗。呢位老人家辛苦做咗幾十年嘢，可能只係搬返鄉下，電腦睇到嘅係海外地址，長期冇互動，文件冇回覆，風險標記，然後系統可能會進入暫停付款狀態，直到相關資料得到確認。所以接下來我要講嘅每一點都唔係為咗嚇你，而係為咗等你提前避開嗰啲本來可以避免嘅麻煩。你可以將呢條片當成一張海外退休前嘅檢查清單，每一條都可能關係到你未來好多年嘅現金流。我會盡量用陳生嘅例子做線索，但你要記住，陳生唔係一個人，佢係千千萬萬第一代華人移民退休後嘅一個縮影。喺講具體操作之前，我一定要先將身份問題講清楚，因為身份問題搞錯咗之後，做乜都嘥氣。美國公民同綠卡持有人喺海外領取社安金方面唔完全一樣。好多人以為我有綠卡，我做夠咁多年嘢，所以同美國公民一樣。現實冇咁簡單。如果你唔係美國公民，長期住喺海外，社會安全局會考慮你嘅身份、居住時間、工作記錄，以及係咪符合海外支付規則。呢度最易被誤解嘅一點，唔係所有綠卡持有人一離開美國，社安金就即刻停止，亦都唔係所有綠卡持有人永久住喺海外都冇問題。關鍵係睇你嘅具體情況，尤其係你有冇達到40個積分。如果你已經通過多年工作，累積咗足夠社保資格，你嘅情況會同冇工作記錄嘅人完全唔同。但係40個積分決定嘅係你有冇退休福利資格。對非美國公民嚟講，長期海外領取仲要睇其他海外支付規則。
包括你所在嘅國家、你嘅身份狀態同埋一啲特殊例外。如果你唔係美國公民，情況會更加複雜。就算擁有足夠工作積分，都要進一步確認自己係咪符合海外領取規則。綠卡持有人千祈唔好簡單咁套用美國公民嘅情況。我成日聽到兩種完全相反嘅講法。一種人話，我朋友話綠卡返中國半年前就冇。另一種人話，放心啦，政府實會一直出糧。呢兩種講法都太絕對。美國福利規則最怕兩樣嘢，一樣係柳言，另一樣係自信。你攞格臉鄰舍嘅故事套落自己身上，最後蝕底嘅係自己。陳生係綠卡持有人，佢已經有40幾個積分，所以就算長期住喺中國，佢嘅社安金喺滿足條件嘅情況下仍然可以領取。但係呢個唔代表佢乜都唔使做，佢要更新地址，要回覆社會安全局嘅信件，要確保自己嘅身份文件有效。如果佢完全唔理，照樣可能會被暫停。所以真正安全嘅方法係登入自己嘅社會安全局戶口，查下你嘅工作記錄，確定你嘅積分，確定你嘅身份影響。唔好聽人哋一句話就決定未來幾十年嘅安排。呢度我仲要特別講一句，好多人怕查政府戶口覺得麻煩，或者怕見到啲唔好嘅資料。但係你諗下，如果你唔查，問題都唔會消失，佢只會喺最唔適合嘅時候跳出嚟。你今日花半個鐘登入戶口，可能比將來花幾個月去解決一個本來可以避免嘅停款划算得多。尤其對英文唔好嘅華人朋友，可以叫仔女幫手登入將戶口資料截圖保存，咁之後需要嗰陣隨時攞得翻出嚟。確認咗資格同身份之後，我哋入到第二層問題，錢點樣先至可以順利入到戶口？呢度有幾個好易出錯嘅地方。第一個就係地址，好多華人長者離開美國嗰陣，覺得自己同美國冇關係啦，地址就唔理。結果就係陳生咁樣，社會安全局照舊地址寄信，封信俾退翻，系統聯絡唔到人，付款就可能暫停。所以離開美國之前，第一件事就係更新你嘅地址，將海外地址同聯絡方式話俾社會安全局知。你可以喺網上更新，亦都可以打電話或者填寫相關表格。如果你唔識英文，叫仔女幫手搞。更新咗地址之後，社會安全局先至可以將信寄去啱嘅地方，你先至可以及時回覆。呢樣嘢比乜嘢都重要。第二個係收款方式，好多老一輩嘅美國退休人士，尤其係第一代移民，到而家仲有一個習慣，就係等紙質支票。幾十年前等支票好正常，嗰陣時社安金支票每個月寄到你屋企信箱，你攞喺手，有種呢個月啲錢到咗嘅實在感。但係而家聯邦支付越嚟越依賴電子方式，如果你住喺海外仲等紙質支票，你其實係幫自己揾麻煩。海外生活最大嘅問題唔係錢唔存在，而係錢入咗系統，但係冇順利入到你嘅戶口。陳生當初喺美國嗰陣一直用紙質支票，佢覺得咁樣最穩陣。但佢返到福州之後，支票寄去美國舊地址，佢根本收唔到。好彩佢後嚟聽個仔喊，改咗做直接存款，即係 direct deposit。直接存款好處係乜？社安金會直接入到你嘅銀行戶口，冇信封，冇郵差，冇我張支票係咪卡喺海關。如果你長期住海外，仲可以考慮國際直接存款，即係 international direct deposit， 簡稱 IDD。簡單嚟講，就係社會安全局直接將錢電子轉至去你指定嘅海外銀行戶口。不過國際直接存款並唔係全球所有國家同銀行都即日用，要提前確認。你要了解你住嘅國家同銀行係咪符合社會安全局國際直接存款嘅要求。如果符合，你可以申請；如果唔符合，你亦都可以保留一個美國銀行戶口，用直接存款將錢入落呢個戶口，然後再通過其他方法轉去你嗰邊。至於中國識唔識日用，以及具體銀行要求，要以社會安全局最新名單同銀行政策為準。總之，
原則就係唔好再用紙質支票，紙質支票喺海外就係一個唔確定因素，你永遠唔知佢會唔會寄到，會唔會卡住，會唔會唔見。所以如果你準備長期海外居住，第一條建議非常直接，離開美國之前，將社安金收款方式改成直接存款，唔好等到人已經喺中國先至發現美國嗰邊仲喺度寄紙質支票。第三個係銀行戶口嘅身份驗證，呢個問題好多人直到戶口被鎖先至意識，到退休之後返國，電話號碼取消，美國銀行卡繼續留住幾年之後登入銀行，突然系統彈出請輸入驗證碼，個驗證碼發去邊？發去嗰個已經註銷咗嘅美國手機號碼。呢個時候你會發現戶口入面嗰啲錢仲係你嘅，但係系統唔認得你。銀行唔係有心刁難你，佢哋只係將防詐騙流程設計得越嚟越嚴格。問題係合法用戶有時都會俾呢個系統一齊擋喺門外面。陳生就係咁，佢嘅美國手機號取消咗，銀行每次登入都要短信驗證，佢收唔到驗證碼，淨係得個急字，最後唯有叫個仔喺美國幫手跑去銀行。呢種情況並唔係個別例子，好多華人長者返國之後，為咗慳每個月幾十蚊美金嘅電話費，就將號碼停咗。頭2年可能冇事，因為銀行未必每次都要求驗證碼，但之後銀行系統升級，安全要求提高，登入就可能被要求驗證。一旦驗證唔到，你就打俾銀行，而銀行為咗核實你嘅身份，可能會問你好多問題，例如你上一次喺美國嘅地址、你嘅社會安全號碼、你開戶嗰陣留低嘅資料。如果你答唔上嚟，或者系統標記為高風險銀行，可能要求更嚴格嘅身份驗證，甚至要求額外文件，或者要你去分行處理人喺海外處理呢啲嘢，非常之麻煩。錢係自己嘅，但你就係喐唔到。所以如果你準備長期海外生活，第一，考慮保留一個可以長期接收短信嘅美國手機號碼。好多人會減低月費計劃，重點唔係打電話，重點係關鍵時刻仲可以收到驗證碼。有啲銀行可能唔接受網絡電話號碼，所以唔好將唯一驗證方式壓喺虛擬號碼上面。第二，離開美國之前聯絡銀行，話俾佢哋知，我將來會長期住喺海外。等戶口記錄入面有呢個資訊，有啲銀行可以設定海外驗證方式，例如用電郵或者安全勿忘。第三，準備備用身份驗證方式，唔好將自己未來10年嘅金融安全壓喺一個已經唔用嘅電話號碼上面。呢一步做得好，未來幾年你會慳翻好多麻煩啦。接下來要講嘅係好多人最驚嘅一張表。社會安全局可能會向部分海外受益人發送生存證明調查問卷，例如 SSA 次162等表格。好多海外退休老人第一次遇到都會覺得有冇搞錯？美國政府唔知我仲在生？係啊，好多時候佢真係要你證明，因為全球範圍內退休福利詐騙一直存在，有啲人過咗身，家屬冇上報，繼續攞錢。呢種事喺美國國內同海外都有發生，所以社會安全局會定期要求部分海外受益人確認你仲在生，地址有冇變，婚姻狀況有冇變，有冇影響福利嘅情況留意。唔係所有海外領取者都會固定收到呢張表，但如果你收到，千祈唔好當佢冇到問題喺邊。問題係一張表寄過號，你冇收到或者收到咗但唔記得回覆，然後系統就認為無法確認，跟住就係暫停。陳生就係被呢類生存證明調查卡住咗。社會安全局寄咗份問卷去佢美國嘅舊地址，佢根本冇收到。社會安全局等咗一段時間，冇收到回覆，又聯絡唔到佢，就將佢嘅福利暫停咗。陳生發現錢冇入到，打電話去問對方話：我哋寄咗表格俾你，你冇回覆。陳生話：我冇收到啊。對方話：咁你需要提供新嘅地址同身份證明，我哋會重新審核。聽落好似好簡單，但成個恢復過程可能比較漫長。呢段期間，佢每個月固定嘅生活費都受影響。對好多英文唔熟悉美國政府部門流程嘅華人長者嚟講，呢種經歷特別痛苦。
佢哋往往要仔女幫手翻譯、打電話、準備文件，而仔女又喺美國隔住時差同距離，處理起嚟非常消耗精神啊！所以海外生活最重要嘅原則之一，永遠唔好失聯，地址變咗即刻更新。收到任何社會安全局嘅信，唔理你覺得重唔重要，都要認真睇。如果上面有時間要求，就喺規定時間內回覆，唔好等到錢冇咗先至開始急。呢度我要特別同華人觀眾講一句，好多第一代移民最大嘅問題唔係佢哋冇資格，而係佢哋攞住幾十年嘅美國權益，但係要仔女幫手翻譯一封政府信。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準備返中國養老，請你一定幫佢哋提前設定好地址更新同通訊方式，將重要嘅政府信掃描或者影相留底。咁就算佢哋睇唔明英文，你都可以遠程幫手處理。仔女喺美國，父母喺中國時差12個鐘，一封政府信可能就要搞到2代人忙足幾日。除咗社安金，仲有一個好多人忽略嘅固定支出，就係 Medicare Part B。呢個問題非常現實，因為好多退休老人返中國之後發現自己每個月仲交緊美國醫療保險，但係人喺中國睇病用唔上，呢筆錢係咪嘥咗？答案係有可能。Medicare 通常唔會覆蓋人喺海外長期居住期間嘅大部分普通醫療費用，但存在少數特殊情況，所以如果你永久住喺海外，Part B 確實可能變成一筆長期支出。根據最新數據，2026年 Medicare Part B 標準月保費已經上漲到大約202.9美元。高收入人士可能仲高你計，一年落嚟就係2000幾美元。按2026年嘅標準計，10年保費已經超過2萬美元。呢筆錢唔係細數目。但係呢度唔可以簡單咁講，即刻取消佢啦，因為取消係有代價嘅。未來如果你返美國重新加入 Part B， 可能要面對重新參保窗口限制同遲加入罰款，而且罰款係終身嘅。所以呢個決定唔係慳幾十蚊嘅問題，佢關係到未來幾十年嘅醫療選擇。如果你只係短期返國，唔好輕易取消。如果你確定長期喺海外養老，先至認真計清楚。陳森返福州之後，開頭保留咗 Medicare Part B， 因為佢覺得自己將來可能仲會返美國睇醫生。但過咗2年，佢發現每個月200幾美元保費，一年2000幾，真係唔划算。佢問過專業人士，了解到如果將來返美國要重新申請 Part B， 而且可能有罰款，佢衡量過之後決定繼續保留。因為佢啲仔女喺美國，將來佢可能都係會返去住一段時間。呢個決定冇標準答案啦，但你要根據自己情況認真評估，而唔係每個月懵成成咁俾人扣錢。退休規劃最怕2個極端，一個係使咗唔應該使嘅錢，另一個係為咗慳少少錢失去大保障。我建議你做一個簡單計算，你預計將來有幾多年會喺美國生活？如果只係間中返去探親，咁 Part B 嘅持續支出可能真係唔划算。但如果你將來有可能返美國定居，尤其係年紀大咗之後需要美國嘅醫療服務，咁保留 Part B 可能比重新申請慳心好多。好多人唔知 Medicare Part B 如果中斷，重新加入，唔單止要等特定參保窗口，仲可能面對終身罰款。所以呢個決定一定要提前諗清楚，唔好等到要睇病嗰陣先嚟後悔。最後一個陷阱，好多人最唔願意面對，但金額可能最大，稅務。好多人以為我離開美國啦，美國管唔到我。現實唔係咁，美國稅務忌諱取決於你嘅身份，包括美國公民、稅務居民、身份、收入來源等。唔可以簡單因為搬嚟美國就認為冇申報責任。全球收入規則意味住你嘅海外收入情況可能仍然需要向美國國稅局申報，但係申報同實際交稅唔係同一件事。社安金需唔需要交稅，要睇你嘅整體收入情況。另外，如果你長期住喺中國，中美之間嘅稅務處理要睇具體收入類型，包括社安金、士農1K、個人退休就戶、足金收入等。唔同收入規則唔同，唔好聽網上嗰句海外唔使報稅，亦都唔好聽所有海外收入都會俾美國收稅。
稅務世界冇咁簡單，最危險嘅唔係交稅，最危險嘅係幾年之後先至發現自己一直冇正確申報。對於陳生呢類退休人士，佢嘅收入主要係社安金，加少少美國嘅個人退休詐戶提款。佢喺中國冇工作收入，所以稅務問題相對簡單。但如果你嘅情況複雜，例如你喺國內有租金收入、有退休金、有投資收益，或者你喺美國仲有出租屋，咁就要特別注意。好多華人退休後將美國間屋租出去，租金收入要報稅，將個人退休照護或者視農 1K 嘅錢攞出嚟，都可能涉及稅務。呢啲嘢如果處理得唔好，將來可能產生補稅利息或者罰款問題。所以退休後搬去海外本身冇錯，好多美國人都咁樣揀，有人為咗近屋企人，有人為咗降低生活成本，有人只係想換一種生活方式。問題唔係你去邊，問題係你有冇提前處理好嗰啲冇人提醒你嘅細節。社安金唔係自動嘅事，美國政府系統亦都唔係你嘅私人管家，佢唔會因為你辛苦做咗幾十年嘢就主動幫你執好晒所有手續。佢更加似一部巨大嘅機器，你資料齊全佢就運作，你資料缺失佢就停低陳生嘅經歷話俾我哋知。好多時候退休損失唔係因為錢唔存在，而係因為冇人提前話俾佢哋知呢啲流程同注意事項。咁如果你正在考慮海外退休，你而家應該做啲乜？我俾你一個行動清單，你可以喺條片完咗之後照住做。第一，登入社會安全局戶口，檢查你嘅工作記錄同積分。卡個年你有冇達到40個積分？你嘅社安金估算金額係幾多？第二，卡個年你嘅社安金收款方式係咪直接存款？如果唔係，即刻改做直接存款。如果可能，了解國際直接存款適唔適合你嘅情況。第三，更新你嘅地址，確保社會安全局可以聯絡到你。如果你已經決定返中國，將你嘅海外地址同聯絡方式話俾社會安全局知。第四，準備一個可以長期接收短信嘅美國手機號碼，唔好用虛擬號碼，唔好將你嘅金融安全壓喺一個就嚟取消嘅號碼上面。第五，檢查銀行戶口嘅安全設定，確保你人喺海外都可以正常登入，最好喺離開美國之前去銀行一趟，話俾職員知你嘅計劃，設定好海外驗證方式。第六，認真考慮 Medicare Part B 嘅取捨，唔好盲目取消，亦都唔好盲目繼續交，計清楚你將來可能喺美國嘅時間再作決定。第七，保存所有政府通訊記錄，包括信件嘅日期、內容，你嘅回覆方式最好影相或者掃描存檔，發一份俾仔女。第八，如果你有個人退休就照護、視農 1K 出租屋等資產，提前諮詢專業人士，就係了解稅務同提款安排，唔好等到要用錢先至發現有問題。呢啲嘢聽落唔性感。冇人會拍廣告同你講退休前檢查社會安全局戶口，但真正保護你退休生活嘅，往往就係呢啲冇人留意嘅小動作。陳生後嚟將佢嘅經歷話咗俾好多朋友知，佢話自己最大嘅教訓就係唔好以為交咗稅就乜都唔使理，退休後每一步都要自己上心。佢有個朋友聽完之後，即刻叫個仔幫手登入社安局戶口。發現自己原來得38個積分，仲爭2個，於是即刻又去工作咗半年補足資格。另一個朋友發現自己美國個電話號碼已經欠費停機，銀行戶口差啲被鎖，嚇到即刻重新開通。呢啲常見嘅教訓比任何廣告都更有效。我想再講一個真實嘅心理感受，好多第一代華人移民後生嗰陣嚟美國，最大目標係生存賺錢養大仔女。嗰陣時冇人教我哋乜嘢係退休規劃，乜嘢係社安金管理，乜嘢係海外稅務，我哋淨係識得埋頭做嘢，將每一分錢慳落嚟。到咗退休年齡先至突然發現，原來退休唔係唔使做咁簡單，退休係要主動管理嘅。你唔管理，系統就會代替你管理，而系統代替你管理嘅方式，往往就係暫停鎖住要求證明。所以如果你已經考慮返中國養老，或者你嘅父母正面對呢個選擇，請你認真對待呢啲細節，
唔係為咗嚇你，而係為咗等你可以喺鄉下個庭院度飲茶嗰陣，唔使每隔幾個月就為咗一封美國嚟嘅信而心驚膽戰。第一代移民最怕嘅唔係冇錢，而係幾十年嘅努力，俾一個冇人提醒嘅小細節卡住。你諗下，你當年可以一個人嚟到美國，由零開始揾工、考車牌、買屋供仔女上大學，呢啲邊一樣係容易㗎？你全部捱過晒。到咗退休，你完全有能力將自己嘅退休生活安排得清清楚楚。只係你要知道，退休唔係終點，而係一個新嘅管理階段。呢個階段入面，你嘅工作唔再係開卡車炒菜寫代碼，而係管理好你自己嘅錢、你嘅戶口、你嘅政府記錄。你唔需要成為專家，但你要知道關鍵點喺邊，要知道遇到問題揾邊個，要知道唔好俾小問題變成大麻煩。所以如果你身邊有準備返國養老嘅朋友，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因為好多退休損失唔係因為錢唔存在，而係因為冇人提前話俾佢哋知呢啲流程同注意事項。你嘅一次轉發可能就幫佢哋慳返幾個月嘅麻煩。亦都歡迎你喺留言區講下你自己嘅經歷。你係準備退休後留喺美國，定係考慮返中國養老？你或者你嘅父母遇過社會安全局、銀行或者醫保方面嘅麻煩未？好多時候普通人嘅真實經歷比政府網站嘅說明更加能夠提醒人避開陷阱。你嘅留言可能會幫到另一個正喺度迷茫嘅同胞。如果你已經睇到呢度，我想請你幫3個忙。第一，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撳個讚。點讚唔係為我，係為咗等更多準備海外退休嘅華人睇到呢啲資訊。第二，訂閱呢個頻道，開埋個小鈴鐺。我會持續更新關於美國退休、社安金、稅務同海外生活嘅實用內容，幫你避開嗰啲冇人話你知嘅陷阱。第三，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你嘅支持會令呢個頻道可以繼續做落去，幫到更多人。最後提多一句，呢條片嘅內容係教育同資訊分享，唔構成法律、稅務或財務建議。每個人嘅身份、工作記錄同稅務情況都唔同，真正做決定之前，最好根據自己情況諮詢專業人士。退休嘅錢係你幾十年賺翻嚟嘅，唔好令最後一步輸俾一張冇寄出去嘅表，亦都唔好唔記得你當年可以空手喺美國企穩陣腳，而家亦都一定可以將自己嘅退休生活安排得穩穩陣陣。我哋下期見。